农委会含教育部有推动学生囡仔食中昼顿，唔但爱食饱，嘛爱食好健康。有推动学生囡仔中昼顿的食材是爱食有产销履历、有 CAS 标章、有机认证的农产品。农委会伫今仔日着展成果，伊嘛强调，偏乡的学校推动达成率已经有9成5。不过，针对外界较关心的是班班食就班这政策，农委会表示，目前确实是卡伫渔会供应的问题。这菜色拢摆出来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农委会农粮署推动学生中昼顿有产销履历、CAS 标章、有机农产品标章，加 QR code 通追踪食材来源的3种 EQ 制度。昨日举办记者会，公布偏乡学校的推动进度，讲今年已经为2020年的56.45%提升到95.71%。3600所公立中小学依据教育部统计，有大约1/3是属于偏乡的学校。各个学校的学生在营养午餐的安全跟品质上面有大幅的提升。农粮署补充3种 EQ 制度，唔但兼顾食材安全，甲国内农民的收入。现主时，台湾甲国际拢咧推动净零碳排，加使用国内食材，也会使降低运输成本，达成减碳的效果。另外，各界也真关心正正中央的班班食酒班政策，讲这学期要互学生囡仔的中昼顿食4摆，却因为经费的问题延前。目前金门县甲连江县也无食到。除了金门跟马祖的2个离岛还在订船期，2个礼拜前还有9个县市没有吃到。好，那到了这个星期只有剩2个县市，主要是10班的供应。好，那我们还在全力在努力中。行政院表示会继续做鱼青的调度，完成承诺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